下一年新來研說一下，等一下上課會用到嘅詞彙，大家記得會聽聽有冇？中低收入、重大收入、重大收入、軍公教、軍公教、軍公教、農漁民、農漁民、農漁民。身心障礙、身心障礙、身心障礙、寫、寫、寫、商量、參詳、參詳。你好，請問你辦乜嘅呢？我要申請重大收入嘅補助。今日有幾種問題要先請教你。好，請問你係軍公教人員、農民也係漁民嗎？唔係呢。請問你有身心障礙嘅身份嗎？未冇呢。也係身強單，你曉得寫嗎？看起來東牆前難。冇要緊，你先拿張去老闆客人參詳一下。等全部寫好，將拿來申請，好嗎？好，謝謝你。你來學習一下佢常用嘅對話。第一句，你好，請問你要辦乜嘅呢？你好，你好，就是國語您好的意思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接下來，請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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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要辦什麼呢？你要辦乜嘅呢？你要辦乜嘅呢？整句話接起來是什麼呢？你好，請問你要辦乜嘅呢？你好，請問你要辦乜嘅呢？第二句。今日有幾種問題要先請教你。這邊要特別講一個字，該，這是非常道地的客語的用法。該有點像發語詞，就是那。那我有幾個問題想要先請教你，那我們先聽哦。該，那。該，那，我有幾個問題，我有幾種問題，我有幾種問題，要先請教您，我先請教你，我先請教你。好，整句起來呢，該我有幾種問題，我先請教你，該我有幾種問題，我先請教你。接下來，請問你是軍公教人員、農民或是漁民？請問你係軍公教人員、農民也係漁民？請問你是？請問你係？請問你係軍公教人員、軍公教人員？軍公教人員、農民、農民、農民、漁民、漁民、漁民。好，現在有個詞比較特別的，也係，也係，這是我們華語中的或是。那你聽哦，農民也係漁民。這句話是在問農民或是漁民。好，那我們現在來挑戰整句喲。請問你係軍公教人員、農民也係漁民？好，請問你係軍公教人員、農民也係漁民？那我們現在有一句是挑戰題，這是特別難的一句。當那個資料表格特別難的時候，
我们公务人员想要请民众想要带回去跟家人讨论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说呢？你在那转去，老母客人参详一下，等全部写好，长那来顺墙。练习听力喽。你在那转去，老母客人参详一下，等全部写好，长那来顺墙。好，以上是我们这个单元所有的语词练习。